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我嘅頻道，我係主持人車寶鵬仔啊！中山市區嘅彩虹片區又出勁爆新聞啦！華研公研世巨有一批特價房源放出嚟，60零萬可以買到3房啦，比市面上直接慳翻一半啦，夠晒筍啦！咁華研公研世巨呢，係有我哋華研央企開發嘅，品質冇得彈嘅，咁缺點亦都有嘅。屋苑後面呢，有一條深中城軌路線啊！噪音係無法避免嘅，同埋咧成個彩虹片區咧樓宇比較多，密度比例比較大嘅。咁呢個兩個缺點係無法避免嘅，但係咧亦都有優點嘅喎。咁屋苑咧依家係現樓嘅狀態啦，即買即收樓，樓下咧亦都有香港直通巴，每日20個巴士翻去香港，非常便利嘅。同埋咧仲有我哋中山三甲醫院中醫院啊，有咩圖行新鮮啊，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同埋咧。仲有一個濕地公園嘅，食完飯就可以落去公園散下步，夠晒舒服噶。住喺呢度退休養老夠晒便利啦。仲有一個大型嘅購物廣場啊，有街市，有新鮮超市，乜都可以滿足晒噶啦。如果中意咧購物嘅朋友咧，仲可以去到隔離嘅麥德龍啊、山姆超市購物可以滿足晒日常嘅所需啦。中意出去旅行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去到中山北站高鐵站。坐高鐵去各個城市、各個省會，滿足到旅行嘅一個需求啦。公園世巨呢個樓盤呢，咁佢一個位置呢係成熟嘅配套，人係非常旺，住喺呢度夠晒便利、夠晒舒服嘅。咁中意執筍嘢街坊呢，依家60零萬就可以買到3房啦。咁興趣朋友快啲 call 車寶帶你過嚟現場執翻間啦。